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讲到新正头，那么真侪人除了关心家己的经济情形，今年会大赚钱未？嘛真侪人咧关心讲，咱今年到底国运如何？尤其对着中国的关系。新正年头具条件，2023美中台三方悠远的庆宴。不管是晶片、武器、甲经济，拢在先拼先。台湾敢有活路通好做咱的交际天？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林老师，大家平安。那么第二位是咱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副司令。主持人好，大家平安。第三位是咱原地大学 EMBA 副教授高金山高副教授。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大家平安，大家晚安。第四位是咱资深的科技顾问张庆玉张老师。朋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新年快乐。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其实呢，最近不管是开春，尤其是过年的时阵，这个中国的飞行机也是飞来飞去，哦，因也是无咧放假。哦，嘛是咱咧顶头咧飞来飞去，尤其啊，阁有法国甲澳洲发表着2+2的联合声明啊，强调讲台湾海峡的这个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间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面对中国的威胁，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媒体日本产经新闻来报道讲，假使讲中国来侵略着台湾，日本会规划要疏开附近5个外岛的民众，那么按算3月份就要开始来演练。面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日本党内人烦恼台湾有代志。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规划若讲中国侵略台湾，与那国町、竹富町、九湾区、多良间村甲宫古岛市5个离岛，为了避免互政府扫掉，拢会撤离避难，预计3月都会实施演练。日本呢，近年来一直在做一个冲绳诸岛的一个军事部署哦。那这样子，而且呢，又定了这个撤离计划呢。那显而易见的，美日呢，他对台海这个部分的一个介入已经是铁了心，而且是势在必行。这个中国呢，自然要武统台湾的时候，他必须也会去针对这个冲绳诸岛去做一个攻击哦，以做到这个一个反介入跟一个区域拒止。那日本烦恼台海局势，法国甲澳洲发表的2+2联合声明，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声明中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国家台湾侵华关系力度比2年前的声明更加强烈。面对强军继续威胁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要访问北京，可能对中国表达关切台湾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中国外交部强调，台湾是袂当超过红线。那布林肯有计甲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谈，这是继4年了后，再度有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头下咧看到这条新闻，其实啊内面分量真重啦，吼，也有讲到澳洲啊，讲到法国，啊讲到日本，讲要来疏解，啊佮讲到呢中国。要对着这个 Blinken 要去到这个中国来访问的时阵，新加坡国家安全，你就要让打这条红线。咱先来看卖，现在咱今日要讨论这个吼，尤其吼过去这差不多1个月外月吼，定定收到消息。咱首先来看，去年去年2021年3月份，在退伍正式，在美国国会参议员主政哦，这个 Davidson， 伊讲哦。2027是台海冲突的发生的时阵，哦，但是呢，伊对早是对日本来到台湾，甲这个蔡总统来见面，哦，伊是讲2024啊，伊但是无解扣，伊依然强调讲是2024，但是
嘛是有啦吼。CSIS 讲2023的时阵哦做兵推，伊讲哦2026会还台。第三个，美国的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这小弟请这个周将军来讲一下哦。这个 Minihan， 伊讲哦，伊写这个 memoir， 互伊的这个11万的这个部属，伊讲哦，我希望我是错的，但的确甲我讲。咱将伊在2025年来开战，哇！但是事实上啊，咱大家咧欢喜咧过年，看起来敢若吼，这个用这个华语来讲叫外词内张，还是外张内词？咱台湾人敢若无要无紧，是毋是安尼？咱事实上吼，咱今仔日的讨论，毋是要加强大家的紧张啦，是要来开破大家听，到底实际情形是安怎？老师，咱知影美国人甲日本吼，因拢足实际吼，认为讲2027年，这个并毋是讲中国一定会来侵略台湾，但是伊根据就是讲，这个习近平对这个中国的军队安尼讲，讲到2027年，你要有这种能力，按讲以这台海要来拍台湾，这中国的军队应该有这种能力，所以。完全讲起来，就是这份的情报，这份的情报，落尾这个包括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国家情报总监，因都有证实。所以，介代将咱头先讲这 Davidson， 伊国会讲的是，阮根据这个有所本，这个情资但是这个情资并不是讲2027年就是讲中国一定会拍台湾但是感觉美国、日本。台湾爱利用这个时间，爱有足这军头部爱联合好，爱准备，是这个意思啦。是，所以唔是讲一定会拍，但是有所准备啦。但是呢，咱看到这个 Minihan 哦，你要来请教到张将军，这 Minihan 讲到讲，我希望我是错的。咱2025哦，你要来开战，讲到敢若真呢。但是咱台湾人哦，其实看到这条新闻，敢若看普通新闻的共款。咱唔是要恐吓哦，咱一般的民众。周将军，你安怎看？美国就是哦，伫台湾哦，卖相拍，就是伊假设哦，迄大陆对台湾哦有这军事的能力，来个拍台湾，但是哦，伊讲卖拍，因为你知影，欧洲、法国、澳洲、美国、加拿大，伫台湾拢有投资呢，你拍拢害了了啊，拢花去啊嘛，就害了了嘛，伊就要预防，安怎较袂特别？对台海无战争啦，就是安尼啦。所以美国嘛是做操心呢，即马伊做四种代志，大家拢知影。伫台湾迄训练迄军队，伊的顾问、伊的特战的这种小组嘛，拢伫台湾伫遐。你该加强，你面对这大陆的这种军事的能力较强哦，有来有讲，你爱提升你的能力，你较会采个贺主中国的。侵略军事的行动，第二，你嘛知影，美国提供100亿的美金呢，这无时贷款，军备，互你军备要安怎？什么武器、什么装备、什么这大炮、火箭安尼，伊有清单互你，你安尼吼来加强你的部署。第三，你嘛知影，伊的议员、国会议员、参议员、众议员。佮有些议长要到台湾来访问，都是爱关切你台湾你有啥物爱准备的，你爱准备的你较强，你就有备战，你有备战安尼，别人就无来啊。这东西哦，这东西你的准备，另外一种就我知影，美国伫南海、伫台海、伫东海拢自由航行，伊的飞行机、伊的军舰拢伫这三个海伫遐活动，就安怎？观察你哦，你安尼。你的这军事的部署跟军事的这行动，拢伫美国的掌握。就是安尼，美国做这四种代志，拢知影，就是预防台海卖发生战争。所以，不管是林老师还是张将军哦，两位的这个认为，拢是感觉讲，这是美国人要求你台湾爱自身爱有封闭的力量，军头部爱联合好，但是无希望会开战，会安尼讲。所以，伊这个将军虽然讲，咱2025要开战，
咱实际上是因无希望，当然嘛无希望开战嘛吼，因为利益拢伫遮。结果来请教到这个郭老师吼，虽然郭老师是经济学家啦吼，但是郭老师嘛是咱台湾人民一份子啊吼。对着按这个新闻吼来看，尤其吼，这个有人看袂透哦，一般战略专家了讲东讲西，讲甲安尼好，讲甲东西28。那郭老师你安怎来看呢？我是安尼感觉啦吼，伊美军吼，伊做一个假设。假设爱会拍的假设，前提假设，伊才有办法来做后壁的准备。吼因为你假设袂拍，假设袂拍，后壁训练伊就会拢放松去嘛。伊若是假设会拍，后壁伊才会军人吼，美军才会在螺丝加较硬的，加较硬的训练才袂松去，这是一回事。但是我若为另外一回事吼，一般咱平民老百姓吼，咱袂去注意到迄吼，咱会为经济你看嘛吼，你安怎拍，你饭嘛是爱食嘛，是毋是？供应链也是嘛爱继续行嘛，是毋是？所以来讲，即马甲中国甲美国的供应链有切到222无？若是还袂切到222进前，我感觉是要开战的迄个角度吼，较困难一寡啦。若切到222啊，随话拍就拍，因为啥就无敢打嘛。我中国甲美国已经拢无敢打的时阵，我要化战无损失嘛。即马若是拍的话，两边拢有损失。这是我的看法。是。按你说来请教的张老师，张老师你有同意郭老师这个看法？讲若是这个供应链吼无切到222，安尼可能拍。会拍做7伤拳啦，伤人7分，伤己3分啦，有可能5拳啦，可能是安尼吗？其实你若讲战争哦，因为这有足侪专家会伫遮分析吼，政治甲战争的部分啦。毋过你若讲咱以公定还是较务实的角度来看吼，这是合理的，因为亲像咱即摆伫即个等一个讲的即个迄个。设备这个美国跟日本跟这个荷兰之间的禁令的这个问题，其实嘛是拄到伫美国的国内嘛是拄到这个问题，因为即摆伊这个禁令一实施了后，真侪人生意做无呢。伊美国家己嘛受到足济啊，伊嘛裁员足济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拄当老师讲的，虽然禁令实施有伊的政治性的目的，毋过不可避免的，你也伫即摆这个时间点。一定会伤到伊家己国内的部分，这是真正是无法度的代志。你若讲真正是，不管是中国伊也较务实的角度来看，伊也要战，拢应该袂是伫即个时阵啦。袂在即个时阵，但是大家就想讲，这是毋是2025？一直要吼。是。但是最近还佫一件代志要请教林老师，就是 McCarthy 讲伊要来，这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伊佫要来。讲可能是4月10号台湾关系法生效迄日啦，要来做出一个标志性象征，要讲我甲台湾是这个关系有人讲无啦，伊这是美国人咧选举啦，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也有可能讲无喏，2月5号，这个 Blinken， 这民主党的这个国务卿要去到这个真宫要甲伊讲到4项代志，那讲会春车这个可能这个 McCarthy 就袂来，这2项敢有关系？我咧想这2项毋是讲有绝对的关系啊。不过这个麦卡锡伊共和党伊本地就讲伊这个去年7月之前伊捌讲过啊，讲伊做了众议院的议长，伊一定会率领议员。来访问台湾，但是伊这时间绝对无可能讲，即马来讲4月7日吧，虽然讲4月7日是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卡特总统签署的日期，但是咱阮爱知影就是讲，伊有这种拍算，这种拍算的话，有足济的美国、台湾、中国一定会选一个日期。选一个日期，因为伊的任期是2冬啊，伊做众议院的议长有2冬的时间。
伊起来就开始来做这部署，成立一个中国特别的委员会，吼那对中国那是做严肃啊，吼，做严格的对，就是讲对中国一寡的代志开始有较具体的措施。甲即个去年即佩洛西来访问台湾，有一点介大无共款，就是讲伊是一个共和党，对啊。即个共和党甲即个民主党，一个是美国的行政白宫，另外一个是国会，所以拜登要阻止就有足侪困难，所以拜登政府就是讲到，就是讲，咱讲即麦卡锡要来台湾访问。一定会做足侪准备，但是这个时间我咧想是介大秘密啦，无讲敲锣打鼓，袂想袂咧讲这是讲，无来买珍珠奶茶，讲我的意思要甲老师小整理一下，老师的意思是讲，这 McCarthy 要来台湾这件代志，作为执政党的这个民主党的总统拜登，无法度想甲阻止掉，因为无共党嘛。但是迄阵是 Pelosi 要来，伊是共党啊，无甲阻止，迄是挑敌的，是毋是安尼？去年阮有做宴会啊，阮有暗示啊，讲你这个，你的时间介好吼，莫去啦吼。安讲这个，阮爱你家己做决定啊，吼。所以去年是安尼，但是我感觉今年还是讲明年吼，都有可能性，不一定是今年吼。因为这个，阮也知影讲台湾，阮也是做务实啊，吼。咱讲这个无需要去到美国，有法度用电话来讲的，吼，无需要去到美国国会来演讲，实体的演讲，咱讲有法度用足济的方法来达成共款的目的，阮当安尼。像即马拍一通来嘛，一毛通可以嘛，吼，就像阮安尼看，伊来。然后有人讲你莫甲刺激啦！即马今年哦，尤其对民进党，嘛民进党内面的声音哦，讲莫甲刺激，咱就好好来舞即摊今年哦，好好互即个陈建仁哦，即个议长好好做吼，莫讲呢，即个接外生机吼，好好用那也人讲，咱个刺激你来讨皮听，敢是安尼？有台湾哦，愈侪朋友是愈好。人要来关心你，人要来到台湾来，你应该欢迎。人对台湾支持嘛，唔通甲支持，伊人去支持人较来啊。你无朋友，你伫国家，你有啥物国家的地位，本来就是爱来，人家关心你，人家来，你来欢迎来，欢迎你来。你中国安怎做，伊是伊的代志，但是我们要准备好。中国一定不能去啊，去军舰围着台湾，伊一定来嘛。60外只、70外只、80外只，拢有可能的。愈来愈侪嘛，伊就是愈侪嘛。第二个愈来愈近，伊愈来愈侪，佮愈来愈近。哦，以前是台湾大海的中线，即马到台湾这边来，都嘛有可能啊。军演嘛有，伊演习嘛有可能啊。但是台湾中国也是赞成讲，人伊要来，咱就爱欢迎嘛。有朋自远方来，对，有人来关心、来支持你，你来互你支持，来互你加持，来互你。讲这台湾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愈侪朋友愈好啦。你来安尼啦哦，你对岸讲外国的朋友、国家的朋友莫来，你就莫来，你听伊的，袂使安尼啦。台湾有台湾的伊一个国家嘅，国家对着国格，你的国格你就是安尼嘛。你来，但是这嘛真困难吼。咱伫这个台湾甲美国中间，咱无想要做歧义，但是必须爱做这内面一个角色，搁爱家己有自主性。所以咱头一开始就讲，咱先拼先，咱敢有通做交接天？吼，林老师，你敢有同意讲，你欢迎这个 McCarthy 来？我讲台湾是无这个拒绝的权利啊，权利甲力量啦，吼但是伊什么时候要来，咱这个有法度。有通啊瞧，对。哦，老师还是较圆融一个吼，就是会通来，但是小可瞧一下。郭老师，我要甲你请教吼。但是这 McCarthy 来无来吼，在这个一年之间，尤其咱台湾的情势，虽然咱嘛讲这个晶片大战，这晶片大战吼，看起来 ASML 已经甲这个荷兰人已经甲这个美国已经签约啊，好不容易啊签约啊，刷落来中国，尤其他昨郭老师也讲，
你若供应链吼，卖个切较离离，有敢若无，有敢若无安尼吼，上好保持一种即个关系。咱台湾敢有即个操作的空间？台湾操作的空间，你半导体来应该是足大的啦，吼，因为你家看嘛，因为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供应链其实拢咱台湾人去帮因募出来，吼，包括台积电啦，吼，联电啦，吼，这也好，吼，这因遐，因为即马中国强禁的是高阶的制程嘛，吼，啊中阶的制程，因甲即马为即个荷兰吼。ASML 甲美国签为止，这点以后，因中阶制程的这个曝光机买无啊？吼，买无，吼啊！但是呢，上简单的制程因还是要有啦，吼，上简单的制程，吼，那因为咱即马讲，因即马甲禁的是中阶以上，吼啊！但是咱若讲台湾的迄个操作空间上大的是。咱即马讲成熟的吼，就中阶的这制程，中阶制程真济啊！你看那个武汉吼，武汉遐，恁即马讲长江存储嘛吼，长江存储伊就是要吼，伊本来是中阶的制程，伊就是要跨出去高阶的制程，叫扒落来，哦扒落来吼，伊要做吼世界第一的吼，即个记忆体吼，即个 memory RAM 吼，记忆体的即个老大，伊要甲迄个韩国。拍掉啊，所以伊就总用14奈米的迄个制程吼，啊14这个制程即美国甲禁落，啊伊就无法度继续做吼。啊，咱即马来讲吼，因为日本、台湾吼、韩国甲美国，咱这4国是你迄个晶片法案内底，Chip 4内底吼，Chip 4内底其实吼袂使讲干那这4国哦，吼，因为这个半导体生产技术的供应者，有荷兰吼，啊其实吼德国伊嘛有受供应一寡，所以伊若是要禁的话，我感觉这Chip 4吼，伊爱吼做好交运啦，吼做好交运，啊无就闹交去，因为为啥？德国本来嘛是半导体大国啦，吼，这台湾起来进前就是日本甲德国。你世界即个做半导体是上大，所以这红不姓红呢，吼，红不姓红啊。张老师，这安尼敢有真正那是，但是照郭老师理论讲，啊红不姓红，无就让一个芳，互伊花用到吼，互伊通好都让芳。这咱小等下来讨论讲，中国在这个时阵会角色吼。张老师你安怎看？咱来讲看像即马美国甲荷兰这ASML这迄个曝光机的部分哦，我先简单来讲一下。吼，咱即摆看就是讲，即个曝光机的有分做几啊种。吼，咱愈顶悬的 iLight 即个部分，就是就是愈迄个愈简单。吼，所以咱讲愈基础的即个制定的设备。啊，愈下骹表示讲伊愈来愈轻。吼，表示愈来愈轻。吼，就是像 EUV 上下骹 EUV，就是咱即摆咧讲，咱要做先进制定的部分，就是要用到 EUV。愈前端的。嘿，愈前端的。吼，啊，这是伊无共，伊主要在用就是我用的迄个曝光的迄个镭射，迄个光源无共款。吼，啊，我愈会当愈细的波长，吼，伊会当做甲愈精密，解析度愈来愈悬。哦，啊，咱会当看伊我对应的即个所谓曝光机啊，是咱一般咧国话人讲光刻机，吼，即个部分，伊的国家哦，厂商，吼，厂商来讲，咱来看就是讲，我这样 Canon， 嘿 ，Canon 甲Nikon，哦，这大家拢听过，日本公司这种大家拢知影，吼，啊，过另外一间就是ASML，吼，咱来看吼，咱伫基本的 iLight 即个部分，吼，有3间公司，吼 ，Canon 是第一个，我是有照伊迄个占比，伊的营收占比的部分，吼，等于讲，愈基础低阶的部分呢，其实是 Canon 占足大的部分，是，吼，啊个是ASML，啊个是Nikon，啊，愈下骹的部分，大家嘛当发现吼，咱伫迄个所谓ARF 的是氟化亚的即个准分子镭射，其实这就是到所谓 DUV， 吼，咱 DUV 深紫外线的等级的设备吼。就是敢若从Nikon甲迄个ASML做尔，敢若即2间做尔，吼
啊，上先进的 EUV 目前就是全世界是 ESMO， 这大家拢知影。所以美国咧要建的部分，伊为上下骹上先进的部分开始建起来。哦。啊，为什么咱这道大家讲这几工在讲的这个新闻，就是讲为什么美国甲日本甲荷兰已经讲好啊，签约啊，要禁？为什么唔是干那禁荷兰的ASMO尔，连日本的尼康嘛禁啊？为什么？因为咱会当看，表示讲伊即马禁的部分，毋是干那禁即个 EUV 尔，我继续往上起来啊。愈指原底即个 DUV， 就是迄个伊 DUV 内底分做几啊款，内底较高等级的部分，伊嘛开始甲你禁起来。所以即个部分我就是除了ASMO爱禁了，我连尼康嘛爱做伙加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看到讲即几工为什么咧讲，就是讲讲我敢若甲日本、甲荷兰，伊拢做伙白做伙啊，这是这个原因。对，这点。这是原来新三角。对。但是老师，我继续要来问他，就是延续他高老师的这个问题。是。咱伊这但不他妈逐渐慢慢啊要甲切，咁有法度来切甲离，或者是讲应不应该切甲离？因为这这的有两种看法，嘿，两种看法。美国即马做的部分就是，你也是互我发现，你只要有可能会做军事用的物件，我就甲你禁起来，我就甲你切起来。啊，伊等于慢慢啊切，所以阮在看的就是讲，原底可能有小可模糊空间，啊，可能呢中国遐可能装一粒芳，啊发现了后，就搁切掉。即马看的就是愈切愈准，而且愈来愈切愈起来。啊，毋过就是另外一点的部分，就是讲，因为咱即马所谓 AI 晶片，也是迄个所谓这种所谓高速运算、高效能运算的晶片，其实咱一般消费用的，伊的运算能力有嘛足强。咱亲像咱咧讲的，3奈米上界新的制程是用伫对顶管。用几套？手机啊！啊，你哪有可能讲？除非你讲按着禁止讲苹果袂当卖去中国，或者是卖伫即个中国生产。对，所以伊即个部分，因为伊规个产业其实是足庞大的所在，你真正你要完全建吼，应该是讲有足侪路会当去弄。啊，美国即马看到就讲，我也看到，我发现呢，无法乐观哦。无要完全甲禁无掉。其实是，尤其咱搁知影一个消息，讲中国的这个核子吼，核子的武器啊，的机构，因为机构采购的这个晶片，大部分寸少哦，对7奈米到14奈米，这拢是中国无法度家己大量生产的啊。这美国的禁令嘛，无法度禁到这，现在伊有通啊摕到这。其实哦，咱咧因为最近这个新闻其实做好算的，这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媒体。去足认真去看大陆发表出来的论文来看，发现讲，你哪有一寡论文的一寡这个研究，因为你是用什么设备在做的，为什么去做运算去算出来？发现讲，你照你来讲，你中国应该无这个顶级的运算能力的电脑还是伺服器啊？所以感觉讲，安尼这袂使。这像袂伊的。结果发现去查，因为这个顶级就亲像我拄呾讲的，咱即马足侪。消费端的这个晶片，亲像咱讲的 NVIDIA 还是 Intel， 咱以这晶片足侪拢是效能已经足强啊。所以买这种物件来改，买这个顶级的就杀来改就好啊。过来就是用来做手，这嘛真困难的哦。对，所以这就是咱拄呾讲的，讲其实你除非讲所谓的消费品，你嘛完全甲禁起来。无，其实你若讲要完全是难度是这真困难哦。延续这个话题哦，林老师，那对这个美国甲中国的这个关系、商业的关系，尤其这全球化，大家吼，你内面有我内面有你，要禁到安尼，有中国会在这其中的这个角色，因要安怎？尤其要甲 Blinken 要来讲这代志，你要爱我安尼，我无爱你安尼。你认为因会安怎处理？尤其习近平，伊嘛开始会感受到讲这种压力啊呢。伊的路线，咱也知影讲，以后个这个叫做王沪宁啊，开始要来研究讲，这个一国两制以外的这个新的这个
体制，看有通研究来发明出来。中国开始安怎想，敢有变化可能性？中国就是安尼做，因为这个拜登伊去年12月14吼，是对中国差不多36间的这个实体清单，头先讲的这长江储存呐，吼，还是上海微电子集团，这东西有变成实体名单，就是讲你要出产、输出一寡美国的一寡晶片还是技术，爱有这美国商业部稳准，所以中国就是讲向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去告 WTO 来告，来讲这个不是自由贸易啊，但是咱就知影来讲，美国上厉害就一部分，唔惊美国，个日本，个荷兰，个其他的国家，就是讲对中国全面包围一种的科技围堵啊，这种科技围堵就是中国上弱的一部分啦，所以中国可能是安尼做，就是讲对向这个 WTO 来控告啊，这控告当然进入这个法律的争端的解决。另外就是讲要求美国一寡这个公司就是讲，你是不是爱分得清楚？一寡是成熟的制程，一寡是先进的制程。你袂再来禁这个成熟的制程，因为这成熟的制程就是讲，足一个国家连中国都共用的啊，对，就是先进的制程，这部分是较困难，所以对中国来讲，伊本地有差不多将近差不多2000个美金，要特别来补助，来发展，来发展，落尾就是有那促销，所以中国所拄着这个困难，会再讲是上大，咱知影是讲过去，对这个核武器啊，你什么款的国家袂再有核武器？你这核武器的技术资源袂再来输出，落尾来讲飞弹，就讲比如说弹头，差不多500公斤，射程500公里的，这完全都要禁止。即马赶快就是讲，变成是晶片，这晶片就是讲，以前的禁止核子，即马咧禁止晶片。这个晶片就是中国介重要，伊这科技要安那变成一个强的国家，这个袂使讲无的。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影响来讲，伊的全部的经济会慢慢来延迟啊，你本地你可能是差不多5档有法度行到遐，但是你即马可能要10档来靠法度达你的目标。是，接下来请教的张将军恁对军事的这角度来看这晶片安尼个扯落去，对中国的这战略也好，其实对着中国对着这个全局的布局，这战略的布局，会影响偌大咧？一定会推迟。你看，伊飞弹、伊无人机，佮有个太空站，拢是晶片啊。你晶片先进的制程，你互伊升级，安尼中国的这军事、这武器。佮有这太空的设备，伊就无伊的进步，就无安尼紧，较无啊进步，较无啊进步，伊敢会较无啊刺激个呢？你就先不要伊进步上紧啊！你军事的起来，经济嘛起来，因为我知影，大家拢知影，这大陆的迄个工资较俗，伊的成本较低，伊的竞争力就较悬，对无？你继续互。中国提起啊，伊较会生产比你较俗咧，你的市场拢互伊提起啊，就是安尼啊。伊可以用来军事的装备，伊的天空太空站2年前伊就建设成功啊。佮有这神舟的这飞机嘛是发射拢成功，拢是两面拢是多少晶片？都晶片啊，伊的飞机、伊的飞弹拢是晶片啊。但是将军，我要问你的就是讲。你的预测，还是你的评估，讲中国是不是会因此对着这个世界这个态度较无法刺激个？敢有可能？即美国这个围堵的政策，敢有通改变着因的态度呢？加减嘛拢有。你看，对，你看，你互伊算叫伊进步就无安尼紧，因为大陆的迄工资较俗，你继续互伊提高去就好经济战贸易战，伊就占上风咧。
你的市场安尼，你的市场安尼大，伊就较俗，袂互你的钱拢互伊赚了了呢。你每一年差不多3500亿的美金，美国互大陆赚去呢。你无安尼算着，你3500亿、3700亿、4000亿，你美国敢会收的，敢会挡会调咧？这拢是问题呢，毋是讲晶片的问题，因为晶片的问题后壁是贸易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军事的问题、太空的问题，拢是一大堆呢。你不是讲chip for 这小可代志呢？这小代志，你以后你知影，迄无人的这无人机、无人的武器，拢是晶片呢。你只要你看你伫路上开的这车，上少18个晶片。你看一个车尔呢，你的武器、你的坦克、你的无人机，所一大堆啦，拢是晶片。你的晶片啊，都是伊的武器、伊的装备、伊的军事力量的另外一种的转型，伊的竞争力就安尼。你看，伊的速度较紧，美国的威胁较大呢，个尴尬呢。你安尼搞你减速，你莫安尼紧，你安尼紧的时阵呢，你要鼓励你的军事、你的商业拢起来啊。对美国来讲，对全世界来看，伊的市场都互伊食了了呢。大陆就是俗嘛，伊的制造业。50%是制造业，美国制造业20%，伊的武器和金融业70%，服务业讲加起来80%，伊的制造业20%。但是这边那边一时间要来反转，可能无要紧啊，所以互伊的减速，莫安尼紧，伊就该限制。接下来请教着郭老师哈 ，Bill Gates， 伊其实是反对美国做这款代志。你讲哦，你咧做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啦恶化吼，啊，对着这个晶片的这个禁令哦，会使得中国吼开始呢，奋起直追啦，哦，会颠倒哦恶化去。你敢有同意这种看法？比尔盖茨伊本身是一个，伊自己家己讲啦，伊是和平主义者啦，吼。啊，但是呢，伊甲我是感觉讲，伊甲国际世界现实状况吼有小可脱钩啦吼。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咱即摆来讲吼，你限制一个国家的消费费吼，那是变讲是一个策略的决策吼，策略的决策。你无爱互中国做啥？中国伊家己会使做，迄是伊自身的问题。但是伊得袂到外口的援助，吼，得袂到其他产业的援助，吼，因为咱台湾是安那，咱晶片会使发展啊遮紧，是因为，吼，其实咱技术无解讲世界一等强的啦，咱是制成内底世界一等强，但是呢，咱咧做设备，咱拄仔讲，那个来宾嘛有讲过咯，曝光机内底，曝光机。为啥日本甲荷兰？吼，你家看，为啥日本甲荷兰上强？人二次大战时阵，人你迄个做相机的时阵，人已经是世界大国啊咧。吼，德国、奥地利甲荷兰，遮你做相机的时阵，因这对迄个光刻设备，人已经就足强了，一直到今啊。所以人讲，为什么中国无法度一摆就爬起来？因为伊无迄个基础。日本叫基盘吼，基盘的迄个研发，基盘研发。你无这基盘研发，你要直接讲过去的50-60年的研发拢无效，我即马直接跳过来，为遮开始，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比尔盖茨伊的想法是用软体的想法，你想讲硬体的发展可能甲软体共款，但是软体是讲，我即马过去的这迄个 coding 的吼，程式设计的遮拢无效，的确是安尼。你即马程式设计，即马一个囡仔来，伊就用上新的程式设计语言落去写，会使。但是呢，我讲硬体的设计甲软体的设计，这两个是无共款的领域，吼。所以我讲，伊中国要开始做家己的这半导体设备，吼，伊若要做，可能要用足大的资源甲足长的时间。落去做啊，而且个伊会拄着足侪困难啦，吼，所以无遐简单。伊若要发展会使，伊就要用伊自身的力量来去发展。伊无遮外口遮吼供应链已经足成熟的遮大公司来甲帮助，吼，这是一个重点。
咱台湾的发展遮紧，是因为咱去整合，咱的好，咱去整合。我甲大家拢是朋友嘛，吼，大家店甲所有大家拢朋友。来，你的设备我帮你用，你的设备我帮你用，用的我就甲拢整合起来。所以你看，为什么台湾会使？你应该讲啊，日本你嘛会使整合看卖啊，但是日本你就无带这点，为啥？因为呢，伊的曝光机伊上强，伊嘛无想要互人知影，吼啊。美国嘛真强啊，伊迄个 RAM 甲可能，因迄拢足强的，啊为啥？台积电以前因就无，因干那 Intel 嘛，吼 Intel 强尔，啊伊咱是咧中间一些 moderator 对，因为大家都感觉讲你无危险嘛，但是咱即摆上危险，咱即摆变讲，结果无危险，啊就点点做，点点做甲上大嘛，吼啊所以变讲咱有法度去甲吼你晶片的即个领域内底，咱就变民主嘛。民主免讲武功上强，但是民主爱甲这利益大家分配甲上好，大家拢有钱赚。爱朝的问对，啊就是供应链的一个缺角，就是讲向你看供应链有法度甲这供应链大家利益拢分配好，啊你就上强。张老师，你敢有同意这个柯老师的看法？还是Bill Gates的讲法有几分有事实？其实你也讲照Bill Gates讲的哦，其实美国即马国内嘛是拢有即个像美国的迄个半导体协会嘛有即个出来声音出来。啊，咱就亲像讲，阿斯莫伊嘛是安尼讲，吼，因为当然一方面是徛伫因本身的利益顶悬啦，吼。啊，咱另外一点来看就是讲，其实我想大家来宾安尼讲的，我相信美国嘛做清楚，伊即马不管安怎做，吼，不管是即马愈切愈明显，还是我就是。我所谓知影的软芳，我全部拢甲你禁掉。遮个部分伊嘛拢足清楚，其实就是，互你中国的发展较慢些看。因为再来看书版书，伊嘛知影讲，因为就亲像咱拄才讲的，咱半导体的部分是已经几啊10档，安尼的经验慢慢累积起来。啊，而且伊是一个国际化，啊，佮一个生态系。毋是干那讲我做这个技术尔，我该整合所有的物件来做配合，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物件。啊，即马呢，美国美国用这个，因为等于讲两边迄个战争吼，所谓这个准战争这个概念，啊，所以变成互中国，互你速度慢，你会使啊，你家己慢慢开发啊。啊，问题一定是无可能是3档5档会当遮尔紧，所谓弯道超车这件代志啦。哦啊，所以。对伊来讲，就是讲，就亲像，咱即马讲的，就是讲，相对的，美国一寡公司嘛受到影响，伊原底嘛是卖互大陆的迄个，不管是晶片还是设备，还是能源的部分，这拢是因原底会当趁的、会当因素的部分。啊，毋过即马拢受到影响。啊，另外一方面，中国速度会慢慢愈来愈慢，因为伊受到。这就来重新整合无？对，伊等于就是。原底可能就是，亲像咱讲的，我原底一寡软体的开发，也是一寡 AI 的部分是直接买晶片来用。即摆袂使啊，我即摆家己重新开发，家己开发，对，所以一定需要时间呢。改变。对。哦，但是讲到改变哦，我要来请教林老师，这最后吼，这个问题请4位来回答。就是讲，即摆美国对着中国。嘛是甲围堵吼，哦，大家啊朋友拢伊甲饲落去甲骂甲做，讲国你啊安怎，你毋通欺负台湾？伊敢有可能狗急跳墙啊？华语咧讲狗急跳墙啊！伊跳起来，好，我无晶片不要紧，但是我用传统的武器，甲你哦，覆盖迄个密密麻麻，那因为定定咧用讲叫饱和式攻击啦。我虽然无法，我这飞弹无法精准。但是哦，我量做，甲你弹落去哦，弹到你密密麻麻，敢有发动这种攻击的可能性？还是讲中国也是想，伊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政权，那对着这个中国，啊，尤其台湾，又要来安怎的应用？我咧想，习近平应该是袂安尼做啦，吼，因为咱做了解，吼，咱看见这个极端的风控，这个上海市安那来控制封城。啊，落尾，原来爱来完全极端的解封哦，所以原来是以压力之下，伊会当做一寡改变。
这种的改变就是种过去做唔对的有法度来改变，伊会调整，伊会调整。所以对台湾来讲，伊有足侪方式啊，无需要讲将台湾完全炮完全拢无去吼。我感觉台积电就是讲，伊那像是咱这故宫，按讲你从这台积电40几档以来，变成台湾以全世界内底上大的资产，咱那像这故宫的一寡国宝同款，所以就是讲量化虽然讲有紧张但是原来有一寡紧张解读的时刻唔是讲安尼完全一致，完全向这个战争来前进啦。所以就是讲最重要就是讲北京原来知影讲经济介重要，你要解除这个风控，原来是这个经济的考量所以去年这个中国的经济3%的成长，就是对中国来讲是足大伤害，伤害，大伤害所以因也可能会来找一个时机，要来做一种信号和解，然后敢有这种可能性？当然爱看台湾政治的发展啦。看咱台湾政治的发展，老师意思是讲，蔡总统要安怎来出牌？意思是安尼吗？一部分是安尼，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咱台湾每年的1月有一个选举，伊这个选举是足大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就是讲，咱台湾本身原来爱有这种能力，爱有这种准备。介大种就是讲，你袂使讲完全拢无准备，毋是讲台湾甲中国和平台湾这个国防来当来降价，嘛袂使，袂使。要做代志嘛真济呢，张将军，你感觉咧？尤其中国敢有可能做这种已经起效的这种攻击，还是讲伊也是理性，像林老师讲，伊也是会去计算，相信伊也相信讲，这个台湾可能也对着咱，其实咱这过去这5-6天，咱并无做什么特别的代志，甲刺激。对我本身个人来看啦，咱是个刺激什么？主要是美国甲伊的这个对抗啊。咱是伫当中，咱也真侪头老师也讲，咱真侪代志咱无选择的余地咧。老师，这个将军安怎看？伊的中国都是合同和武统，一定要选。伫遐其他紧会安怎？伊嘛是《孙子兵法》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伊嘛是安尼想啊！伊即马经济起来国力嘛起来伊以后的战争，毋是些人海战术无啦。伊若是用这科技的这分量爱加强。伊安尼，伊即马毋是讲台湾少子化呢，中国嘛是少子化呢，伊嘛是安尼，伊的一代化进行开放变成。2胎以后，伊嘛有家己的问题啦。伊嘛有问题，伊的人口嘛是安尼降起来呢，无增加呢。伊开放2胎，但是人口变少啊。所以咱不是来看中国的这个现主席的情形，而且咧，今年这当中咱台湾要好好行咱家己的路，军备像头林老师安尼讲的，对，就是咱来好好来做准备，练军头舞练到足安尼。安尼你就在备战啊。伊个备战叫一个备战，你两条路都爱准备。你个备战你个军事爱强，无你不军事无强，伊讲来武力攻台这代价较少，较轻松松就台湾就伊就来啊，无伊看哇，你的军事嘛足强呢，美国支持嘛是足强对你呢，安尼伊代价足悬，这风险真悬呢，安尼拢哇，我这位啊，所以张将军也认为讲，伊也是理性的动物，会去计算的。伊都是安尼啊，伊的自然通嘛是安尼算啊，伊就是安尼，伊的自然算安尼袂使，伊袂使轻举妄动，无轻举妄动你得不偿失呢，你安尼呢，伊就安尼，我就是合同优先，你拢是。安尼实力两手哈，你有实力对，我来继续搞讲安尼啦，就是安尼。另外一个就是备战的安尼老师林老师刚才有讲，每年的选举你的主题安怎一定要关心。你的主题安尼较偏离伊的想法的时阵伊会伫遐
演习就来啊！伊拉安尼，伊讲话就嘛是讲，都讲起来。想起来这一档还是真无轻松嘞吼。都还较小心、较细腻的，安尼爱较斟酌吼。一步一步来。未来这一年，咱的经济，咱要来发展，尤其咱这个晶片，头拄张老师也讲，其实是会去伤到咱部分会去伤到。咱这经济，大家都讲全球性的经济拢会歹呢。你要安怎看？今年来讲的话，我安尼分析啊，吼，就顶半年会较冷，后半年会较烧起来。哦，大部分的这包含华尔街的分析师，吼，大家看法是拢小闪啊，吼，因为美国的个升息的压力吼慢慢减少，吼啊，因即马有预算讲4月开始咯暂停升息的这个动作，吼，这有这消息出来，吼啊，若是升息开始迄个动作变慢的时阵，吼啊，世界经济就开始较烧起来，吼啊，拄啊，其实我想要补充一下，吼，其实吼，咱即马看讲中国伊的反应，吼，其实所有的世界大国拢会晓计算，拢计算啊足精的，吼，就敢若罗马，吼，罗马伊袂凊彩经济人来拍，伊就经济计算就拍落去，吼，拍落去，推软的，嘿，着推软的，吼啊，所以咱拄啊讲，其实吼。世界的这个竞争问题吼，其实台湾的问题唔是核心的问题。台湾的其实吼，主要核心的问题是这大国咧竞争这个吼主导世界金融经济甲科技的能力，这是世界吼竞争的这核心目的。台湾只是因的一个借口，尤其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借口。为啥伊一直讲？这是一条红线，你袂使来打，因为伊安尼讲，伊的绩效较悬，伊要甲美国拖米啊，要甲别国拖米啊，吼，伊的把根的这力量较悬。伊若无安尼讲啊，台湾就毋是问题啊，台湾自身就毋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伊若无安尼讲，咱台湾就无遐济物件通我来讨啊，嘛是相对啊。这是双方的，但是对咱来讲的话，就是咱一直徛咧这个吼，这 threshold 吼，这放长去的这时间点之上，这是真危险的一个代志。因为大家拢希望讲好，咱小可紧张者 OK， 袂使一直保持这紧张。就是那扬起就歹啊。对，吼，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伊今年吼对今年，即马世界吼，不管是 BBC 咧讲吼，还是Wall Street因的分析讲，对中国来讲的话，经济成长2%是新常态啦，对因是新常态，因上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啊，好，所以以后来讲的话，因就是变讲爱家己去母因家己的这物啊，是变新常，这是足重要一点哦。老师的意思是一去不休孩哦，嘿，因过去拢是上少7%以上，即马世界甲看，因加减2%、3%，你看这差偌济？这2%、3%以内，伊敢若会使固守因家己的经济，吼，伊若是要，因为过去是啊趁伤济，伊会使当啊随便先当野钱洗野钱，吼啊军事会使加强。伊即摆若无一定通好大主大意，无遐济量药的时阵，伊就开始吼，遮救一寡，遐救一寡。所以我认为今年对中国一定毋是关键的一年吼，毋是好年啦，是，对咱是好啦。对老师，这他高老师讲的，这个一去不休孩啊，这对中国来讲，这个晶片啊，已经对伊造成了重伤害。敢是安尼来讲？是，就亲像咱拄仔讲的，咱后摆全世界晶片敢分做2种，一个是中国做的，甲另外一个就是毋是中国做的，因为即马看起来的办事就是安尼。啊，咱中国伊因摆咧靠就是伊是世界的工厂。吼啊，所以所有制造业啥货全部大家拢过。啊，毋过你也像即马即个情势，看起来嘛，无可能美中嘛，无可能安尼就煞去。所以变成讲中国就是以伊的市场为主，就亲像咱咧讲的，就是讲咱原底伊中国内底的晶片，伊设计好了，伊会当委托台积电来做，会当委托咱台湾的大工厂来做。即马袂使啊，因为即马咱拢袂当替伊做，所以即马就是爱。伊中国家己内底，所以讲不管是伊内底的经济，就是伊家己内底靠伊家己内底的需求
哦，这个类似的部分来做支撑安尼尔，无亲像讲因摆较早哦，我会当安尼全世界吼去趁全世界的钱吼啊，大家安尼自由的贸易安尼，即马就较无可能啊。所以讲这个部分来讲，就以整个的经济的情形会甲因摆无共款啊。是。是。像后尾要请林老师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也是讲中国这个霸权吼，敢有讲啊中国再起，还是讲中国从此一去不复返？我咧想应该是会慢慢这个经济的成长会慢慢减少，吼啊，但是这中国因为伊的基础上过大，吼，14亿个人口，吼，虽然讲无外口的贸易啊，阮也有法度来成长啊，吼，但是就是讲中国即马互全世界，互感觉就是讲中国是一个霸权。哦，即霸凌台湾，唔惊霸凌台湾，其他国家都爱联合起来，来小可节制一下，安尼较中国较袂讲佮继续，较袂遐刺激嘅。是。